顶个月底是有一个查某大学生伫邦桥等公车，互顶头落落来冷气喊着不幸死亡。家属向地检署申请犯罪被害补偿，经过新北检方的审议，即马决定补偿180万。 伫路边等公车，雄雄有冷气为悬楼落落来，一个正大女学生好急着死亡，发生伫顶个月底新北市邦桥这件死亡事故。经过新北地检署29开会审议了后，决定补偿死者家属180万的犯罪被害人补偿金。因女大生确实是因为犯罪行为而死亡，我们认为犯罪事证明确，全数出席的委员决定补偿新台币180万元。无论台版干部罪案，还是台北市树林发生的马来西亚籍四川女大学生的命案，死者家属拢得到补偿金180万。金额同款是因为今年7月7日，拄啊实施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。 明定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死亡，只要家属向地检署提出申请，为作补偿金一律180万。啊，毋过亲像中央大学马国女大学生的命案，用估法计算，就得到超过200万的补偿，也互舆论对刑法提出质疑。那这个补偿金的性质啊，是国家的责任，并不会再影响到他民事赔偿的部分，而且拿到的这个钱以后啊。 就不必再做其他的扣还。旧法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东扣西扣，或者是整个这样计算起来，反而金额是不会那么多。如果和解了以后，就不能申请了。 虽然估法金额累计上悬有210万，啊，毋过爱扣除社会保险这费用。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表示，实际领到的补偿金大部分未比刑法较济。法务部嘛回应，新制改用单笔定额给付制，未扣除任何费用，也未阁由政府先付钱向加害人追讨，会将补偿金当作特殊社会福利补助，用国家的钱来给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